中华有一个9岁查某囡仔，伊进前去患着 A 型的流感，也毋过好去了后呢，这骹后倒煞疼甲袂行日，所以医生才知影讲原来是并发症怀孕期溶解症。这医师表示讲，这种并发症呢是真罕见，所以呼吁民众呢，这流感复原了后，若准骹手酸疼无力，安尼就要赶紧去病院啊。 最近台湾为着流感的人数阁开始加悬。根据疾管署的监测，指出今年流感拍算会伫9月中旬进入流行期，比往年阁较早。中华一位9岁查某囡仔发烧、咽喉痛、筋肉酸痛，确诊感染 A 型流感。经过治疗，流感的症头好去啊，但是骹腿却疼甲无再条行路。为什么没办法走路？因为脚很痛，走了会很僵硬。哪边很痛？小腿这里。 经过检查，发现这位查甫囡仔的肌酸磷化酶高过正常的数值，确认是怀孕期溶解症。医师研判，可能是因为患者的流感好也袂离，运动量阁超磅，才会引起这个症头。若是严重，可能会影响腰肌的功能，甚至有死亡的风险。个案的话是一个 A 型流感并发肌肉发炎，那因为剧烈运动的关系，所以后来又诱发了横纹肌溶解。得到流感的时候，如果有肌肉酸痛的情形，还是建议就是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，那以免并发横纹肌溶解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。疾管署嘛提醒民众，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自10月初1开始注射，11类高风险族群会当优先注。医师就建议有符合资格高风险族群的民众，爱量早去注流感疫苗，降低重症甲并发症的发生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